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天，釋迦牟尼佛住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院，那裏聚集了好多有修行的人，像1250位大比丘，他們個個都是很有修行成就的人，比如長老舍利弗、摩訶目犍連、摩訶迦葉等等，這些大長老都跟隨着佛陀。有這麼一天，到了吃飯的時候，佛陀就穿上了袈裟，拿着飯缽走進舍衛城去乞食，在城裏挨家挨戶地乞食，不管富貴人家還是普通人家，都依次去化緣，化到了食物就回到住的地方，約完飯後把袈裟脫下來放好，把飯缽也收拾乾淨，洗了腳，然後就準備開始講經說法。這時佛陀就對長老舍利弗說：舍利弗啊，在遙遠西方有一個世界叫做極樂世界，那裏有一尊佛，名字叫阿彌陀佛，現在正在那個世界給眾生講經說法呢。舍利弗啊，你知道為什麼叫極樂世界嗎？因為在那個世界裏啊，沒有各種痛苦，只有無邊的快樂，那裏的眾生都很有福氣，能享受各種美妙的東西。極樂世界的地面都是用黃金鋪成的，就像用精緻的黃金繩子劃過分好了區劃，有很多用7種寶物，像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硨磲、瑪瑙、珍珠等造成的樹木，這些樹都很高大，樹上掛滿了各種寶飾，微風吹過，樹枝搖動，發出悅耳的聲音，就好像在演奏美妙的音樂一樣，聽到的人都能生出清淨快樂的心。在那裏還有很多奇妙的水池，水池裏的水都是8功德水，非常清涼香甜，還能治病呢。水池底部鋪着金沙，四周有寶樹圍繞，水池裏開滿了又大又香的蓮花，每一朵蓮花都像車輪那麼大，顏色五彩繽紛，美麗極了。舍利弗啊，在極樂世界，到處都是各種奇妙的寶物，各種美妙的音樂，到處都是快樂祥和的景象，所以才叫做極樂世界啊。而且呢，阿彌陀佛有無量無邊的光明，能照亮很遙遠的地方，他的光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擋，所以大家都叫他無量光佛。他的壽命也是無量無邊的，跟他一起在極樂世界的眾生壽命也都很長很長，幾乎沒有盡頭，所以也叫無量壽佛。舍利弗啊，阿彌陀佛在他成佛之前發過很多大願，他說將來要是能成佛，一定要讓所有稱念他名字的眾生都能往生到他的極樂世界去。只要眾生能對阿彌陀佛有堅定的信心，一心稱念他的名號，在臨終的時候，阿彌陀佛就會帶着很多菩薩、天人，拿着寶蓮花來接引往生到極樂世界去。舍利弗啊，你要知道，在這娑婆世界，我們這個充滿痛苦和煩惱的世界，能夠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，能夠相信極樂世界的存在，這是非常難得的因緣。要是有人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，生起信心，哪怕只是1天、2天，一直到7天，一心不亂地稱念阿彌陀佛，在他臨終的時候，心不顛倒，一定就能往生到極樂世界去。舍利弗啊，我說的這些話，你可一定要相信啊！不只是我釋迦牟尼佛這麼說，在東方有阿佛、須彌想佛、大須彌佛、須彌光佛、妙音佛等等，無數的佛，都在他們各自的國土中稱讚阿彌陀佛的種種功德，勸導眾生相信阿彌陀佛和極樂世界。在南方也有日月燈佛、明敏光佛、大光普照佛、素微燈佛、無量精進佛等等無數的佛，也都在稱讚阿彌陀佛，讓眾生相信。在西方、北方，還有上方、下方，各個方向都有無數的佛，他們也都在稱讚阿彌陀佛，說
要是有眾生能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，那真是有大福報的人。舍利弗啊，你要知道，有這麼多佛都在稱讚阿彌陀佛，所以要是有眾生聽到這部經，能夠相信受持，那就是得到了一切佛的護念和加持啊。舍利弗啊，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，有種種的苦難，比如生老病死，還有各種煩惱災難，但是只要我們能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，將來就能往生到極樂世界，脫離這些痛苦。舍利弗啊，你和大家都要好好記住我說的話，要相信阿彌陀佛和極樂世界的存在，要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啊。長老舍利弗聽完佛陀說的話，很高興，跟其他的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還有天龍八部等所有在場的眾生，都對佛陀的話深信不疑，歡喜奉行。南無阿彌陀佛，願以此功德，平等施與眾生，共發菩提心，往生安樂國。